明仔载是总统大选登记的最后一天哦，那白合到底敢会成功呢？民众党的郭文哲今仔早起，佮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见面。侯友宜的全国竞选总部本地今仔早起要开幕，也毋过因为那白合过会桥，所以延期。今仔早起，侯友宜是约郭文哲伫马前总统的办公室来见面，也毋过早起哦，郭办是讲哦，主席并无答应。这三个人有准备要见面，也毋过哦，地点是真歹巧。主席今天要去见侯友宜吗？主席待会是不是要见郭董跟侯友宜？行出门，面啊笑笑，面对问题拢无回应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日无意见公布拿白过交接的过程。侯友宜捌敲电话拜托郭台铭做整合的探讨，毋过到尾啊煞因为民调的细节失约，三人拄面无结果。总统大选登记剩最后阶段，民众党郭文哲规工拢无安排公开行程，早起先入去新庄的警总甲幕僚开会，再搁出门甲郭台铭小拄面。希望今天早上三方可以坐下来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侯市长早上因为另外有行程，但是时间不等人嘛，所以因为时间非常的紧迫，所以柯主席跟郭董他们上午就会先见面。侯友宜早起的行程就伫遮。侯友宜全国竞总原定23早起开中，毋过因为拿白讲袂罢，甘来当延期先拜拜祈福入去。进前侯友宜嘛敲电话给郭文哲，小约双方要伫马前总统的办公室会面。刚刚我在电话中跟柯文哲主席说，我们两个就在放心了。他说好但我怕说他回去给我想一想，会不会有很多不知道。我们两个就在把这些想清楚以后，毋过郭办背回讲，郭主席并无答应要去。郭办表示，郭郭已经伫郭台铭的厝进行会诊会，再个邀请侯市长做伙加入拿白郭整合会谈。外界原来关心，若做拿白真正破局，侯友宜副手的人选会是谁？这个人选一公布以后，大家会眼睛一亮。今天半夜就会有嘛。今天如果他们几个头见了面以后，应该就底定了。男生。伫昨昏大体领表了后，黄珊珊半面写文章引述郭文哲19个誓师大会话讲，以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拼战到底。各伫老话所在表示，敢有人看无心，立场真强硬。在野整合最后一里路，真受各界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